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全世界禽流感的疫情拢真严重，连带嘛影响到卵的计数，讲卵箱真不满哦。本地昨下晡的2点外，收到工会消息，讲这卵要起3块，想袂到才过1点外钟，随来变款，搁来通知讲无爱起咯，这个计数要继续来冻起，安尼反起反倒，卖鸡卵的摊商是真反感。另外一边，饲鸡的农民是反映讲，饲鸡的成本大幅来增加，但是农委会都敢若一步，就是压制这个卵价袂当起，互因承受真大的成本的压力。好，两斤。头家摕鸡卵，前足检查，卖出去是好代志，也毋过成本的压力，互卵商头壳摸咧烧。283万。鸡吗？一日哦。来看数据，去年鸡卵产地计数46块2，一公卵的产量超12万箱。不过去年鸡卵计数已经来到65块9，产量煞减少2000箱，刚好11.8万箱，直接影响卵计数。我们心情也是很不好了，因为农委会压下去，只要蛋一涨价，你不要看2块哦，不要看3块，你一涨价，这些早餐店这些什么，它马上一颗涨5块。不过，就卵商不满，昨下晡2点外，才收到工会起3块的消息，想袂到过1点外钟了后，佫收到通知讲袂起3块。讲我们那个小鸡去年呢连3涨啊，一直涨啊，你不鼓励那个生产，你一直压着价格，可是外面的商家卖得贵的要死。卵商鸡农成本压力大，佮传出中央指示，连锁商场货架顶的鸡卵爱保护足，互别经业者买袂到鸡卵。对这件代志，农委会回应，袂敢若针对特定超市来保护，像一工产量比过年真较少，毋过含去年比有较济啊。若过年过买卵的人有变少，未来嘛会严格监控卵的量。卵的计数出现争议，加上欠卵的危机，农委会恐惊好好计划一下，安尼卵商含鸡卵则袂扣成本低价袂喘气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